大家點都估唔到，馬來西亞背後竟然隱藏住咁多，連當地政府到而家都唔敢，亦唔想對外公開嘅駭人真相。平時我哋去大馬旅行，去吉隆坡行雙子塔，或者去檳城食炒粿條，周圍都好似好熱鬧、好祥和。但只要你將個鏡頭拉遠少少，行入去啲人煙稀少嘅角落，甚至係熱帶雨林嘅深處，你就會發現一啲完全超出大家想象嘅離奇異事。今次我就同大家一齊揭開馬來西亞最得人驚、最少人知嘅10個駭人真相。講到最令人毛骨悚然嘅地方，就不得不提一個連當地人都聞風喪膽嘅地方，呢個就係被譽為亞洲最得人驚嘅鬼屋。如果你問一個吉隆坡人，大馬最猛鬼嘅地方喺邊度？9成9嘅人都會同你講3個字，就係高原有間荒廢咗好耐嘅別墅，或者係那座傳說中嘅荒涼大宅。呢座大宅坐落喺半山腰，長年累月被大霧籠罩，四周圍都係密密麻麻嘅枯樹。傳聞喺上個世紀70年代，即係大約50多年前，呢度住咗一戶非常富裕嘅華人家庭。有一晚，成個大宅突然傳出慘叫聲，之後成家人就一夜之間消失得無影無蹤。有人話佢哋係被仇家滅門，亦有人話係屋主因為生意失敗，喺大宅裏面進行咗某種極度邪惡嘅降頭儀式。自此之後，呢度就成為咗生命嘅禁區。唔少不信邪嘅後生仔喺20幾歲血氣方剛嘅時候，成群結隊入去探險，結果每個人出到嚟都大病一場，甚至有人精神失常。最詭異嘅係，曾經有發展商想拆卸呢座大宅，但每次動工，推土機都會莫名其妙咁壞掉，甚至連開機嘅工人都在現場發生意外。當地政府最後無奈之下，唯有將通往大宅嘅路封鎖，對外宣稱係私人地方，不便透露，企圖將呢段恐怖嘅歷史永遠掩埋。但呢個鬼屋都只係冰山一角，因為喺馬來西亞嘅地底仲隱藏住一個更加龐大、更加黑暗嘅秘密。呢個就係遺留自2戰時期嘅地下舊日軍基地。大家讀歷史都知，日軍喺上世紀40年代，即係大約80多年前，曾經侵佔過馬來亞半島。當時日軍為咗長期作戰同埋儲存物資，喺馬來西亞多個州屬嘅地底深處，秘密建造咗大量嘅地下隧道同軍事基地。其中一個位於北馬深山地底嘅基地，規模大到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呢個地底世界不僅有儲存彈藥嘅地方，更有傳聞中用嚟做人體實驗嘅秘密實驗室。當年有無數嘅當地平民同戰俘被抓入去，之後就再無行返出嚟。戰爭結束後，日軍投降，佢哋喺撤離之前，將所有基地嘅入口用炸藥封鎖，企圖毀屍滅跡。幾十年嚟，一直有探險家同地質學家嘗試尋找呢啲遺址，而近年隨着一些基礎建設嘅開發，有絲塵封咗大半個世紀嘅地底通道意外曝光。據講，入面依然保留住當年日軍嘅軍用物資，牆壁上仲有密密麻麻用指甲揸出嚟嘅求救血書。然而，每當有呢類發現，政府部門都會第一時間介入，迅速以安全理由將現場無限期封鎖，甚至連主流媒體都唔准報道。到底裏面除咗白骨之外，仲鎖住咗啲乜嘢不能見光嘅政治或者軍事機密？到今日依然係一個巨大嘅謎。除咗人為嘅恐怖，大自然在大馬留落嚟嘅手筆同樣令人驚心動魄。喺東馬婆羅洲嘅熱帶雨林深處，有一個巨大無比、大到可以容納幾間波音客機嘅神秘洞穴。呢度唔單止係地質學上嘅奇觀，更加係一個名副其實嘅魔鬼巢穴。因為呢個洞穴裏面棲息咗整整300萬隻蝙蝠。想象一下，當黃昏日落嘅時候，呢300萬隻蝙蝠同時由洞口飛湧而出，遮天蔽日，成個天空會瞬間變成一片漆黑，伴隨住尖銳嘅嘶叫聲同埋拍翼聲，簡直就係世界末日嘅景象。而更加恐怖嘅係，呢個洞穴嘅底部積聚咗幾米深，累積咗成千上萬年嘅蝙蝠糞便。呢啲糞便在高溫高濕嘅環境下腐爛發酵，產生出極度致命嘅有毒氣體，而且喺呢堆糞便同黑暗之中，生存住數以百萬計嘅寄生蟲、巨型蜈蚣同埋變異嘅昆蟲。普通人只要行入去，唔使幾分鐘就會因為吸入毒氣而窒息，或者被無數嘅有毒生物啃噬。雖然呢度名義上係一個自然保護區，但核心嘅洞穴深處，政府一直列為禁區，絕對唔容許任何遊客或者非官方嘅科學家進入。有傳聞指，政府之所以咁避忌，係因為科學家喺呢個與世隔絕嘅生態系統入面，發現咗一些極具傳染性，甚至可以引發全球瘟疫嘅未知病毒，所以必須嚴密封鎖，免得一發不可收拾。大馬嘅神秘，仲體現喺佢哋根深蒂固嘅巫術與降頭文化。雖然馬來西亞係一個現代化嘅國家，但喺坊間各種古老嘅巫術同埋降頭術依然暗中流傳。
喺吉蘭丹或者瓜拉登加流呢啲傳統色彩濃厚嘅地方，鄉郊地區嘅村民對呢啲超自然力量深信不疑。最得人驚嘅係，大馬社會間唔中就會發生一些極度殘忍嘅連環謀殺案，背後往往同修煉邪惡巫術有關。例如幾十年前震驚全國嘅巫術殺害政治人物案，主謀竟然利用人骨同人血嚟進行作法，試圖獲取無上嘅權力同財富。這類案件嘅檔案很多都被列為國家最高機密，普通人根本無從查閱。政府之所以咁做，一方面係想維護國家嘅現代化形象，另一方面係驚呢啲邪術嘅修煉方法流傳開去，會引發社會恐慌。即使到咗21世紀嘅今日，當你行過大馬一啲偏遠公路，見到路邊有啲莫名其妙嘅祭品，或者用紅繩綁住嘅樹木，當地人一定會警告你，千祈唔好亂望，更加唔好用手去掂，因為你隨時會成為降頭師施法嘅替死鬼。講到公路，馬來西亞有一條非常著名，但同時亦係車禍頻生嘅死亡公路。呢條公路橫跨高山，長年大霧，路況極度險要。但最令人害怕嘅唔係交通問題，而係無數司機都親眼見過嘅靈異現象。最經典嘅傳聞係有一架黃色嘅舊款福士甲蟲車會在深夜時分慢悠悠咁喺你前面行駛。當你嘗試超車嘅時候，你會發現那架車嘅駕駛座上面竟然係完全冇人嘅。如果你唔信邪，一直跟住佢，你就會不知不覺被引入懸崖峭壁，最後車毀人亡。另外，仲有唔少人在深夜開車時，會見到一個抱住嬰兒嘅女人喺路邊截車，但當你停低車，個女人就會瞬間消失，只留低一陣令人心寒嘅笑聲。雖然警方同交通部門一直將呢啲車禍歸咎於司機疲勞駕駛或者道路設計問題，但每年喺呢條公路發生嘅離奇失蹤同死亡人數依然高得唔合理，令到呢條路成為大馬人心目中一條名副其實嘅黃泉路。大馬嘅海域同樣不平靜，特別係圍繞住一些美麗海島嘅周邊水域。大馬有好多世界級嘅潛水勝地，但喺呢啲蔚藍嘅海水下面，其實隱藏住一條極度危險嘅地下黑色產業鏈同埋政治衝突。喺東馬沙巴嘅部分海域，由於鄰近菲律賓南部，長年累月都有海盜同極端組織出沒。呢啲不法分子會揸住快艇，突然襲擊一些孤立嘅海島度假村，綁架遊客嚟勒索巨額贖金。雖然大馬政府近年加強咗海上保安，成立了特別安全區，但實際上藍天白雲之下依然暗流湧動。好多島嶼嘅防衛其實形同虛設。政府為了不破壞旅遊業呢個金蛋，極力淡化呢啲安全威脅，甚至連發生過嘅一些小規模衝突或者綁架未遂事件，都會透過公關手段壓落去，不讓外國媒體知曉，等不知情嘅遊客繼續前往，將生命暴露於未知嘅危險之中。除咗海盜，大馬嘅熱帶雨林深處仲有一種連現代科學都解釋唔到嘅生物，當地人稱之為野人或者蘇門答臘猩猩人。據講呢種生物身高超過2米，全身長滿紅色或者黑色嘅長毛，力大無窮，而且行走速度極快。由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就一直有原住民同伐木工人聲稱，在由佛州嘅國家公園深處目擊過呢種怪物。有人甚至發現過長達40-50厘米嘅巨型腳印。科學界曾經多次組織探險隊入山搜尋，但每次都係無功而返，或者只係砌到一些無法確定 DNA 嘅毛髮。有陰謀論者指出，政府其實早就掌握咗呢種未知人科生物存在嘅確鑿證據，甚至曾經活捉過一隻，但因為驚消息公布之後會引來全世界嘅科學家同探險家湧入，破壞大馬極具經濟價值嘅伐木業同棕櫚油種植業，所以選擇將所有資料封鎖，對外一律宣稱呢啲目擊報告只係村民嘅幻覺。講到棕櫚油，大馬作為全球最大嘅棕櫚油生產國之一，其背後嘅真相同樣沾滿了鮮血與淚水。為了開闢更多嘅種植園，大馬每年都有大片大片擁有數百萬年歷史嘅原始熱帶雨林被無情砍伐。這不單止令到無數好似紅毛猩猩、大象呢類珍稀動物失去家園、流離失所，更嚴重嘅係侵害咗當地原住民嘅生存權利。好多世世代代住在森林裏面嘅原住民被大財團同地方政府強行驅逐，佢哋嘅家園被推平，反抗嘅人甚至會莫名其妙咁失蹤或者死亡。這是一場在綠色環保面具之下進行嘅資本大屠殺。政府為了維持龐大嘅經濟利益，一邊在國際上宣傳自己嘅棕櫚油係符合可持續發展，另一邊就動用法律同暴力手段壓制所有保護原住民同森林嘅聲音，不讓外界知曉森林深處每天都在上演嘅悲劇。
最後，我哋不得不提一個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但又最容易被忽略嘅真相，就係大馬嘅外勞剝削同人口販賣問題。在吉隆坡嘅無數建築工地、工廠同農田裏面，默默工作住數以百萬計來自孟加拉、尼泊爾、緬甸等國家嘅外地勞工。佢哋好多人係被非法中介用欺騙嘅手段帶到大馬，一到埗護照就被沒收，被迫在極度惡劣同危險嘅環境下工作，每日工作10多個小時，但只能拿到微薄嘅薪金，甚至被拖欠人工。這是一種現代版嘅奴隸制度，有些外勞在生病或者發生工傷之後，會被無情拋棄，自生自滅。在一些偏遠嘅橡膠林或者油棕園，甚至存在住一些秘密嘅非法外勞、亂葬崗。這一切在繁華嘅大都市背後被粉飾得完好無缺。政府部門雖然口頭上表示要打擊人口販賣，但由於背後牽涉到太多政商界巨人嘅利益，調查往往只係點到即止，不肯真正去解決問題，讓這個龐大嘅黑暗帝國繼續在大馬嘅土地上運作。睇完呢10個駭人聽聞嘅真相，你係咪對馬來西亞呢個地方有咗一個全新嘅認識呢？在這個看似熱情好客、充滿異國風情嘅國度背後，其實交織住歷史嘅陰暗面、大自然嘅未知恐懼，以及資本與權力嘅殘酷。呢啲真相之所以不被公開，係因為每一個真相背後都牽動住太多人嘅利益與面子。但歷史嘅齒輪總會留下痕跡，無論政府點樣掩蓋，呢些存在於地底、深山、公路以及社會角落嘅秘密，依然會喺每一個無聲無月嘅深夜，默默訴說住大馬最真實、最得人驚嘅另一面。